分析到位，見解獨到，老闆好嘢。其他先唔講，我覺得老細把聲真係好聽。我對公司下半年嘅睇法就係執柒咗佢咯。聽唔明啊？執咗笠佢啊！咁唔係點啫？我先鬥你3000蚊人工一個月，日日收我工要陪你班老闆啊、經理啊、director 喺度阿言又奉承。嗰些人爛鬼工作群啊，翻工時間真係從來都唔會響嘅喎。一睺我哋收個工啫，就個個開始嚟料。我打你呢份咁樣嘅乞衣工，我唔知我以為自己入咗 NASA 度翻工啊，大佬！日日收個工幾百條信息，仲要條條都係60秒以上嘅。我聽完你啲信息啊，怕請我落我棺材啦。仲有咩前景可言啦？聽我講啦，執柒咗佢啦。咁啊啱啦！我喺工作群入邊，我呼籲咁多位員工啊，唔好再喺非工作時間入邊回覆你哋上司嘅信息，唔好再奉承佢哋噶啦。你哋唔好扮晒同公司心連心咁樣啦，年尾唔會分股份俾你哋噶。你哋收個工嘅，你哋係該陪老婆嘅就陪老婆，你哋該做咩咪做咩咯。你係要覆個工作群做咩啫？你一覆佢哋，佢哋就有虛榮感噶啦。佢哋虛榮感一到，佢哋咪會覺得你收個工之後同你傾公事係理所當然咯。你越係覆佢嘅，咪越同你講咯，同你傾到朝頭早啊，仲要冇 OT，你驚唔驚啊？你到底是哪個部門的？你叫什麼？我是山珍府市2樓女生洗手間服務部部長，主要工作是看一下女生洗手間有沒有女生。你叫什麼？我是老闆啊。咁啊點啊？老闆大冷晒啊！我跟你講啊，你不要去2樓洗手間啊！我見你一次揼你一次啊！